核电公投，党主席批评台电为政治服务拖累产业竞争力。环保联盟讲再生能源才是国际趋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头起先来看第二波大罢免8月23日投票。来看中部地区这边，立法院长韩国瑜和新北市长侯友宜，阁有台中市长罗秀燕徛讲台，甲江启臣做势。按照罢免团体嘛，就用街头游行，把握上尾一个拜六礼拜要催票。立法院长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斗阵来到台中丰原，搁再出现3个人斗阵讲台画面，替副院长江启臣来有声势。韩国瑜除了学到江启臣伫立法院的协调能力，也严厉批评这个罢免。这是台湾民主开倒车，这是民进党背叛了台湾的民主，这是民进党要毁灭掉台湾民主。亲爱的乡亲，绝对不可以，台湾的民主绝对不走回头路。另外，同一时间，罢免团体也伫台中中立选区发起游行。昨日早起，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王思瑶也会同党公职甲台中市第8选区的罢免团体志工，到丰原菜市啊，四个来宣传同意这罢免。票还没有投，不知道谁赢谁输。国民党现在撒了铺天盖地的资源在抢救罢免，但是我们会彰显台湾人的精神。中立选区的立委严宽恒上款伫乌里加强甲选民互动，希望找出反罢免支持。也来较早前的时阵，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来到南投，替进行身体传输无爽快，单于休养的南投第2选区的立委友好来加油。再来坐上宣传车4个拜票，希望找出反罢免的力量。那有好的健康，才能为社会做事哈，才能为国家服务。所以身体健康最重要哈，加油加油！我们大家一起帮他忙，每个人帮他出一份力哈。来这边撕裂南投的是毫无意义。那其实你应该是把南投人的心声、亏欠南投的许多种种的部分啊，那应该是带回去给赖清德。原来民进党的党公职也伫3时会同罢免团体到南投第2选区市场，一个向民众拜托，希望取出支持度。公民站出来表达的就是对所有这个国会改革的期待。23就要进行第2波罢免的投票，选前最后黄金拜六，支持罢免甲反罢免拢把握时间，各自冲刺对决。记者综合报道。核三敢要停跑嘛是8月23日公投，支持派代表人何锡党市长董子贤，伊批评台电为政治服务，害台湾的发电成本真悬，拖累产业的竞争力。按照反对核能的团体是强调讲，国际趋势是再生能源，绝对不是核电。核三中启公投下日23点场，台湾环境保护联盟顶评团举行关核游行，强调再生能源是世界潮流，核三厂不应该无能中启。台电的董事长也讲过，台湾的再生能源的发展呢，未来我们是可以期待的。而且我们知道，核能是在全世界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再生能源。不过，这摆公投正方代表何锡党市长董子贤批评台电大量启用天然气发电，造成经营了结，才是真正影响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台湾话讲，你若不要还价啊，你若不要顾价哈，应该要抬头啦。财务亏损不是基层员工、基层干部的错，谁的错？这是能源政策的错。我呼吁让核能加绿能啊，这样可以增加台湾的经济竞争力。董子贤表示，小团发电虽然排放 PM2.5等于是替大气站做粪扫场，认为真正的世界潮流是核力共存。不过反对核三中启的电影呼吁，核安无保障，无法处理核废，都不应该使用核电。现在的处境并没有变啊，核三厂一样位在危险的地震带嘛。好，那另外高阶核废料也没有最终的处置厂嘛，连选址各种的程序都还没有开始。我们要不要为了这个6%的电力贸然的做这个行动？最终处置只是核废处理的其中一种方式。法国认为核废料的干式储存，它可以当做下一代子孙的再制燃料棒，也就是说，核废料不是废料，它是下一代子孙的资源，这是循环经济。
伫823公投进前，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国民党调委甲卢军也安排伫20去平龙关乡村镇考察雪山唱歌继续运转的准备进行。不过伊强调，这只是一般性的考察，立委毋是评估中溪雪山的人，无需要过度政治解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厝价真悬，真侪人无买，是伫咧外口税厝申请租金补贴减轻负担。不过，煞有人想空想胖要创价。根据统计，到今年3月底为止，有36000块有加领补贴的情形，其中59件是诈领以上罚班。全台湾有100万租厝的人，行政院推出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要减轻民众经济负担。加上即阵申请条件是较宽松，方便互民众申请，无想到确实产生诈领租厝补贴。内政部报告指出，到3月底，总共有36000块有加领情况，其中牵涉诈领的都有446件，有59件以上检调侦办。勾稽就会勾稽到，所以系统都有勾稽到。内政部讲，加领情形的样态包含申请人买厝也是接受政务，婚后配偶有厝，所有提前终止，申请人死亡等，各土司拢会比对资料，把这个补贴入转来。因为我现在是有申请补助的，那我也有跟房东讲这件事情，抓到就还好了，因为一定会有这种事情，一定会有这种比较投机取巧的人。有时候太严格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说不定有些人真的有困难，没有办法去执行。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从人上面去检讨。根据统计，诈领案件敢若占加领案件1.2%，不过少数民众用无实在租约诈领租厝的补贴，也是有可能去排斥到真正有需求的租厝的人。因为诈领就是他根本没有在租房子也可以领嘛。那第二个事情是你的相关的收入是不是符合标准？第三个说他是不是真的是租屋关系？很多是拿自己亲戚朋友的房子。资格填交的文件审查的部分相对严格。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裴永凯认为，这申请补助的标准真松，甲过去上大无共是，无需要提供厝头家资料，造成有民众可能是假做是厝卡诈领补贴，建议政府来重新检讨这申请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 Trump 和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咧阿拉斯加会谈，讲要3点钟，虽然双方拢讲有共识。不过实际上，针对俄乌战争并无达成停战的协议。而且有专家认为讲，这普京有才调坐落来和川会谈讲条件，才是赢上济的人。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京在那展开双边会谈，各界聚焦伫乌克兰的停火问题。伫晚3点钟的会议了后，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川普讲，双方伫关键议题上已经产生共识，也期待真紧有所进展。也毋过换一句话来讲，这摆会面并无产生实质上的协议。I believe we had a very productive meeting. There were many points that we agreed on. Most of them, I would say, a couple of big ones that we haven't quite got there, but we've made some headway. So there's no deal until there's a deal. 普京讲同意川普要确保乌克兰安全，莫斯科也准备好要投入，也毋过并无提供具体内容。普京也点名乌克兰甲欧洲爱重视这场峰会达成共识。Хочется надеяться, что достигнутое нами понимание позволит приблизиться к той цели и откроет дорогу к миру на Украине. Мы 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в Киеве 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олицах воспримут все это 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м ключе и не станут чинить никаких препятствий. Не будут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попыток за счет провокаций или закулисных интриг сорвать намечающийся прогресс. 联合记者会并无开放媒体提问。伫记者会要结束时，普京临时邀请川普回访莫斯科。We'll speak to you very soon and probably see you again very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Vladimir. Next time in Moscow. Oh, that's an interesting. 这是俄乌战争以来，川普甲普京头一摆会面。为普京落回机迄一刻，川普展现真大善意。两个人为红地毯到港台一路讲话握手，还佫坐共一台车去会谈地点。两个人伫车顶讲什么内容，外界毋知影。专家也分析，互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犯下战争罪通缉的普京，甲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会当讲是这场会谈的大赢家。川普表示，会后会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欧洲各国元首同会，佮参详未来计划。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东南亚的塞尔维亚去年底有一个车头施工天崩放弃，造成16个人死亡。民众批评政府贪污偷工减料，才会造成意外，就发起游行一直到打。那最近有风声讲，执政党拿像动员支持者去攻击示威的民众，引发大规模的冲突，有几若10个人受伤，警察嘛逮捕几若100个示威者。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15出现警民冲突的场面，抗议政府贪渎的民众遭到穿乌衫的人攻击，来爆发对立。政府出动镇暴警察维持秩序，示威者向警方弹炮啊、甲照明弹，警方是发射催泪ga斯、甲喷雾弹，造成民众受伤，也伫市区引起大细火灾。这场变调的游行会当回溯到2024年底，第2大城诺维萨德一座火车站，厝顶因为施工放落来造成16死，民众怀疑政府因为贪渎，才造成这件公安意外。有大学生发起反政府和平示威，活动继续超过8个月，参与的人数达到数十万。部分团体占领大学校园，封锁道路，抗议政府的腐败。这场大规模示威也造成总理甲内阁清洗。双方爆发冲突继续3日，政府出动镇暴警察对民众展开拘捕行动。当地消息指出，有几啊100人被逮捕。Ovakav vid saradnje batinaša, policije i SNS-a je zaista nikada viđen do sada i zaista svi su građani i građanke jako potrešeni ovim dešavanjem。民众对政府动员支持者甲警察攻击示威民众行动感觉唔敢相信。15诺维萨德的警察总部外口组织几啊100名示威者，要求释放被逮捕的抗议人士。Brutalnost policije, sramota za ovu državu, za Dačića, za Vučića。因为塞尔维亚当争取加入欧盟，抗议冲突事件也引起欧盟关注。外界周期，警方执法超过，和和平示威变作闹火冲突。警方表示依法处置，不客气也否认组织动员的指控。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最近佮解释讲半导体关税可能会扣到300%，国内厂商是错咧等。最近有半导体材料制造商就关门串号宣布收单。外界认为，这就是因为关税冲击。美国总统川普佮就关税政策表态，有计伫一至2礼拜内确定降低晶片佮半導體的新關稅。外國媒體彭博報道，稅率可能達到300%。We're going to have a rate that is going to be lower at the beginning, then that gives them a chance to come in and build, and very high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if they don't build here, they have to pay a very high tariff. 川普表示，初期税率相對較低，了後閣大調懸，也毋過無透露具體稅率，引起市場議論。有產業分析師認為，川普安尼做也是要讓企業去美國具體數字已經是重點。加碼到300%，其實這個意義已經相對的不大，反而是威嚇的這個意涵呢是比較大一些。未來比較中大型的台灣的半導體廠，那麼依舊還是會到美國來進行相關的一些投資。關稅不明，產業觀望。創立伫1974年的半導體材料商瑞聲金屬大門鎖起來宣布停業。公司公告因為財務困難無力繼續營運。因為瑞聲金屬5月末表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甲川普關稅政策影響原物料繼續可能起20%，即馬突然停業，也和解脫甲對頂關稅衝擊有關係。公司新聞採訪報道。台海情勢真緊張，中國3不5時就來亂，台灣的空軍就要隨時退兵。若即個空軍出任務，嘛會靠地面真濟人的拍拼甲支持。稍等的7點半，台記台青春咱的夢，帶鄉親來看這場空中的守護者。面對中國這陣仔真接咧軍演，3不5時派軍機軍艦來擾亂咱台灣，空軍正做國防的第一線，都愛提兵備戰，神經愛加互嚴。雖然壓力真大，不過為着保衛國土，大家攏堅守家己的職務，甲工課做好。就阮有一組人員會佇真濟待命室接到任務了後，隨起飛的任務。阮這隻飛機是 P3C， 專門掠迄個潛艦，甲做一寡海上的巡邏的任務。不過要培養飛行員是無遐爾簡單，毋但訓練的時間長，成本嘛懸。為着要維持好的狀態。每3年都要登去國軍空勤人員救生訓練中心去訓練，讓救生的流程甲技巧更較熟手。安尼臨時遇到各種的情形，才有法度來應對。不能受傷，但是又要達到這個訓練效果
的一个情况下来完成这个训练任务，这是就比较有挑战性。完成任务唔是靠运气，是有真侪靠山咧斗相挺。除了地勤人员的配合，厝内人因的支持嘛真要紧，才有法度互第一线人员规心拼工课，唔免因为其他的代志来烦恼。其实飞行是非常安全的，有啥物样讲的？你看，阮一只飞机偌济专业完整的地勤人员咧甲阮照顾，吼，24点钟有着阮这机务，吼，这努力啊拍拼。虽然我们不是穿军服的那一位，但是我们绝对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空中的战士用行动保卫安全甲自由，承担责任，达到厝内人因的期待甲愿望。当备战变做日常，咱民众嘛当来思考，敢有咱会当做的代志，做伙守护这片土地，守护咱的国家。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卫福部宣布9月开始要试办生囝保存补助，予18岁到40岁得乳癌或者是血癌的患者，若要冷冻卵子甲精子，上济会当补助7万块，减轻负担嘛，保障癌症患者生囝的权益。这32岁女性有婚育计划，毋过当时确诊乳癌，伫甲未婚夫讨论了后，先当两癌症疗程结束了后，经过医师评估，确诊身体状况，转介到生殖专科顺利生囝。毋过当两个钱差不多伫8到12万，对癌友来讲也是负担。冻卵的费用其实都不低，所以让我们很多的年轻的乳癌的病友的部分，事实上它是非常的却步。为支持甲协助癌友保留未来生育的希望，各综合考虑癌症发生年岁，卫福部推动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7万方案。9月开始，先针对有咱的国籍18到40岁乳癌、血癌的患者，提供体能疗程或者是处境处地保存补助，女性补助上限7万，男性处境处地保存每一摆补助上限是8000，每一人上限2摆，有估第一年投入7000万的经费。有考量到罹患癌症的病人，他们后续可能会导致生育机能的下滑或者丧失，那协助他们预先采取保存生育能力的措施。以乳癌来说的话，如果他在治疗完毕之后，在乳癌医师认为就是说他的治疗已经痊愈完之后，他再去怀孕生小孩子之后，日后他的乳癌的发生的比率反而会降低。妇产科医学会肯定这成绩，不过提醒癌友爱甲疗程长时间进行生育保存，希望未来搁扩大补助对象，亲像真侪女性得到，亲像卵巢癌、甲肺癌性的大型巧克力囊肿，手术了后生育能力可能降低，养苹果纳入补助。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时代细汉时啊，会去庙口看戏，那机会是愈来愈少啊。家己溪口刘仔沟就办课程，互整理的时代动手做布袋戏的家石头啊，互一寡老大人欢喜人翁啊，心色佮趣味。社区的中部会真认真咧，摕手头的布袋戏道具来上色。家己阮溪口的柳沟社区配合乡公所举办布袋戏课程，带因手工来做布袋戏道具，内底是人翁啊，要互因会使哪耍哪学物件，去头壳阁会当心情好。有进步足济啦，嘿。咱的智慧啊，搁这个身体健康差足济，嘿。健康有咯，阮这老伙仔大家拢这新鲜的用起来呢，真好真好，嘿嘿嘿。社区发展协会表示，柳沟村内无啥物少年人，拢是老大人较济。平常时的生活主要拢是咧做事，透过布袋戏课程的体验，互长辈除了会当看戏以外，嘛会当家己来搬。伫参与的过程当中，互因有动手动脑的机会。拄开始去研究，伊嘛无啥意愿要来，啊，就是就一直甲摇说，摇说到尾，啊，开始上课了后，因感觉来遮上课足趣味，啊，所以人数一直增加出来呢。一个上课的长辈讲，较早细汉的时阵，庙口老人家有布袋戏通看，以前拢伫台骹看人咧搬布袋戏，想袂到食到这个会所，会当阁有机会摕翁仔来人来学习布袋戏的相关知识，互因是感觉真心实，阁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地区报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
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1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帮》，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